係明星賽，咁所以咧佢哋容許我咧就全場咧就以粵語嘅評述咧就騷擾下大家嘅。咁如果大家覺得騷擾嘅話，就唔好意思，幫你可以嗌出嚟嘅，你可以用你嘅隊員咧嗌出嚟嘅係。咁啊，劉永彤就話我好嘈，你入個波咪唔嘈咯，係咪 ？OK 嘅，冇問題嘅。好啦，比賽要開始㗎啦噃，出嚟㗎啦噃嚇，相關嘅正選。嗱，今日我主要留意幾個球員嘅，咦？藍色衫正選方面冇咗個7號嘅，個7號冇問，唔緊要，陣間先出佢啦，冇問題嘅。個7號好勁啊，射3分波，上年14一中，咁但係希望佢今年咧可以有即係一個表現。sorry， 唔好意思，我錯，對唔好 sorry 呢啲，係啦，咁我睇下佢今年個表現咧會唔會好過上年嘅 ，OK？ 咁啊藍衫呢邊咧主力得分應該係15號羅天宇啦，係咪啊？咁啊鄭顯峰都射得嘅喎 ，OK 嘅喎 ，OK 嘅 ，OK 嘅。好啦，嚟啦，個雙方嘅正選都出嚟啦。哇，咁啊見到咧，白衫呢邊咧已經係出咗2個主力啦，包括咗咧就係我哋2023年嘅3分王啦，7號嘅李佩佩啦，同埋咧2016年嘅得分王蘇柏軒啊18號，哇，2個猛將喺度先打嘅正選啊。咁啊配合住咧就係有啊陳少雄先生啦，22號嘅李勇啦，仲有咦？家傑都打先發喎 ，OK 喎嚇。OK， 你哋掌聲喺邊啊？歡呼聲嚟啦，係啦，我哋掌聲鼓勵你哋啊！好，預備開始呢場比賽啦。準備迎接我啲40分鐘咁鬼死嘈嘅評述啊！哇，呢個波一發過去，咁啊白衫第一個波，哇，想做個拆你波啊！呢個波其實佩佩都可以起手㗎 ，OK。大家知佩佩打開6號波，今日佢走一走我哋嘅打7號波嘅 ，OK。好啦，藍衫打個進攻，Angel 先，Angel 交過嚟天宇3分唔射住，再住雖然咧就係啱啱先夾啫喎，但係都見佢而家猜得有埋有埋，呢個波交落籃底，轉身爭少少，有冇機會打個快攻咧？暫時都係試探住，佢會讓一讓你啦，如果平時佢都上咗去嘅，我應該。好啦，蘇跑執籃底俾到家傑，哇！先嚟攞頭2分啊，有19號許家傑。OK， 呢邊就叫正5分1射分同3板波啊！開始嘅時候都係咁噶啦，通常每一年咧都見佢哋咧都係可能熱下身先啦，慢慢攞翻個手感節奏先，呢個波碌再俾交翻出去，蘇跑唔射喎，反而俾翻自己隊友3分。好，上到籃板，阿 Wing 嗰邊都空咗，唔好俾佢啦。哎呀，呢邊阿蘇跑已經截咗個波啦，會唔會隨即打個快攻咧？佩佩唔射，俾翻陳生 ，OK， 4對2啊！咁啊正常嚟講咧，通常咧就可能一節裏面啦，可能打頭5分鐘啦，可能兩隊領隊咧會考慮下換下其他嘅朋友出嚟㗎啦。好，唔攻住喎，拉翻過嚟。好 ，Joey 3分射唔到啦。Angel 試射，冇事啊 ，Angel 要翻去手波㗎，係啊。好，蘇跑吊射啦呢個波，係啦，3分，哇！第一球嘅出手就即刻入啦嚇，火箭碰上佢 ，OK， 而家領先緊就係7比2嘅。蘇跑都知道Joey會射3分啦，唔使問點出啊，唔俾佢起手，再嚟正攻，哇！阿峰啊，連續2球波你都中過板喎 ，OK 喎。好啦，哇！呢個中距離，哇！呢個真衰靚波，因為7號準備出得冇問題，我哋會關注藍色7號今日嘅表現啊。好啦，帶過嚟先。咁啊，見到白衫咧都係咧保守啲啦，都係先守翻個聯防先啦。Angel 佢幾乎唔掹你咁滯㗎啦。好 ，Joey 試射。Joey 你食飯㗎啦，個波唔夠力水喎，個波唔夠力水喎。OK， 換人，兩隊都請求換人。OK。
幾乎咧粵語戰士隊咧係換晒啊，換晒出嚟。咁啊好啦，仲要夾住咧就係我哋2016年嘅 MVP 8號徐永源，哇！第一時間呢個波，好嚟。咁啊啱啱咧就，呢個幫得手啊 ，OK， 打個快攻，俾到咧就係張志仁啦，回翻過嚟。7號仔第一個失誤啦，呢個傳波啊，即係打得好少少嘅，真係藍色喎，藍色7號。OK， 好，跟住啦，好啦，傳過呢個波，洪德賢咁中距離，踢到，打唔打快攻？哦，跟住好快攻翻個波啦，已經一個燒波啊！ OK， 中距離，哎呀，你幫手啲啊！喂，藍色7號你兩間點解你唔射波嘅？唔使驚喎，唔使驚喎，我唔會話你嘅，冇問題嘅。OK， 錯。好，交我哋蘇跑會唔會邊度有入啊？哇！蘇跑真係邊度漏油喎，真係！陣間要聽翻嚟獎呢個蘇跑，冇問題嘅。 好啦，細路仔開始試下大波啦，好啦，轉過嚟，都係繼續喺外圍踩下先嘅喎 ，OK， 繼續輕咯，再突破分球 ，Danny 打動作，自己個中嚟，再交落嚟，靚波 ，good pass 上個波，交得靚啊！見到咧就好得意，個波交得好靚嘅啦喺度。咁啊，暫時落後嘅都係藍色衫嘅粵語戰士隊啦。 大家加啲先，加到嚟，配配3分 ，in and out， 哎呀，哇！啊，蘇跑呢個我哋交得唔靚啊，唔該啦。好，換咗蘇跑喎 ，OK。好，啊都換埋咧，就你配配坐低啊 ，OK， 繼續啊，第一節4分零鐘嘅。個俾波佢射佢唔射 ，OK， 好啦。 Danny 要起手㗎，好遠傳波，哇！哎，小心啊！好夠力量啊！呢個波大家傳翻出去嘅情況係傳出去啫。哦，呢個波嚟攝入得啱啊！太明啦！我俾到咧就係志康啊，你捉佢嘅球射。好啦，遠球籃底，再回翻過嚟。 哇！好禮讓啊！呢隊藍色衫呢隊波，再放 OK 掂啦。點解你連續兩球都射咗個翻邊嘅？因為係啦，唔想射，我知你想射插板啦應該。哎呀！呢個波阿宇爭啲偷到啊！好認真嘅防守啊，非常好。俾啲掌聲鼓勵下先啦，你哋係啦，好靜喎！你收到場館睇波，你喺圖書館睇緊波喂。 係啊，嗰啲聲浪先得嘅，冇錯。特別係啲偶像攞到波嘅時候都要多啲聲浪嘅。有啦，攬住，哇！有一個後手 ，OK， 俾個 finish 啊 ，OK。好啦，哇！嗰次夢想都已經拋開咗16-8嘅，又係呢招喎，哇！交流啦，7號射唔射波咧？散彈。 有啦，非常點之後咧，終於甩球波啦嚇，非常好啦，加油啊！值得加佢，值得加佢。Free point， 好，有快攻，去！哇！呢條4打2就係啦，睇你點處理啦，一個急停嘅挑射，好嘢！所以你鼓勵係用啲㗎嚇 ，OK 啦，最後3分嘅差距啦。 呢邊回敬3分，有嚟快攻！哇！你話開好啦，3入3分。OK， 咁啊，白色打3號啦，第一次犯規，咁啊，藍色7號2次罰球啊，會唔會2球都入晒咧？
阿梁 Sir 今年7號仔可以擺落少少，可以啊，唔使點換啦。睇到佢狀態唔錯，OK， 哇，好未完咧，佢已經幫藍色衫嘅意戰士佢追到1分嘅差距啦，追到1分啊！OK， 又嚟一球啦！哇，咁個點今日啊，吳志聰咧已經係4分㗎啦嚇。土耳其15分球，要2分3分，爭少少咁先好。白色想推個快攻啊，睇下去唔去到啦。所有成日插板，又攞到。我盧出界嘅球權咧紅色。我見到熱血戰士隊換人喎。2分有效，仲有1個罰球啊！如果入埋嘅話咧，就打和啦。唔係喎，領先緊呢個熱戰士隊。好，剩翻18秒，有冇啲 fans 幫我哋數下剩翻幾多秒啊？幫你數住啊，提住佢哋啊，自己殺落去。爭少少籃板，球證嘅話咧都係屬於白衫波啦，得翻大概5.7秒啫，我哋用呢5秒時間啊，足以做一個攻勢㗎。